哔哩啵啰，冲冲跳跳又来了！礼拜你来到桃园市，到理性内容地度安排动到精彩嘅表演，就做扮演时，很重要片客家歌曲演唱。另外，你和贴片要唱到摇片布马舞，让到小朋友总能布马风势太险，闹热渐渐。接下来你就强下来欣赏，佢條帶來嘅表演。第二組愛上台嘅小朋友愛帶來大作版切鼓上嘅表演，你就夾夾來欣賞佢條嘅表演咯。第二組係3屆小朋友愛為大家帶來童話是演唱嘅表演，你強下來欣賞小朋友嘅表演咯。童話裡累有，花花秋色不有，唯獨強作題呀，秋秋。春天來呀，童話開，條子母啊，愛你笑意，細細長堤流啊流啊，再來童話一蕊蕊，童話阿將開發，一蕊兩蕊跌落樹下，童話上面下架，平澎湖黑天開花，油桐樹開滿花，奶啊姐姐妹家，做小花呢有小菜，大隻菇啊愛水茶，一家你笑哈哈。第三組愛上台表演，搖片客家歌曲演唱，好聽嘅歌聲，伴現場嘅觀眾當安樂，你強下來欣賞佢條帶來嘅表演。小
练习举旗，手伸直，心语，旗再直一点。好，下，左右侧腰，右边先，跟我拍子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。你个人该布嘛咧，以做就有吼，我阿叔啊、阿伯啊做习字嘅样式咧，就有让过该布嘛该表演吼。有样式该布嘛，当然就没将紧该布嘛做咧按酱，就下凊彩。总品过后，自从有你教你个客家话以后咧，按到个老师就想讲，到底做呢通该客家文化咧。发扬光大，所以咧有样时我就想到讲，应该布嘛非常嘅强又好，所以咧就开始做咧我早嘅布嘛，伴小朋友来练习。第一次学校嘅表演咧係在55、59年嘅校慶，有样时咧你。我自家咧训练到一堆16个小朋友咧，在应该操片吼，在运动会咁样子咧来表演，最早一次到近咧已经经过差唔多有6、7年嘅时间咧，应该布嘛也经过好多嘅老师也参加动态嘅表演。我好布嘛。差不多有6年嘞，然后我们常常练习，同学之间感情就有越来越好。不过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刚进布马社，然后那时候摇马任何动作都不会，所以就是有很多学姐都有帮我。那一开始其实我不会翻跟斗，在老师和很多学长姐的帮忙下，所以才会的。在摇马的时候呢，那个膝盖要张开，然后也要微微的弯，然后在跳的时候呢，就要左右的摇，这样才会漂亮。可是要是脚是直直的话，那你的腰可能会受伤，因为呢，那马会一直打到你的腰，所以会蛮痛的。我们常常有出去表演啊，像是之前桃园的地景艺术节，就是有黄色小鸭来，就是我们几乎等于就是最小的工作人员，因为大家都是以观光客的身份到那边，结果我们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，然后在那边表演，然后再到处参观，就是跟学校的朋友一起，很有趣。小朋友经过按多年嘅练习吧，也出场表演咧也非常嘅多咧吼。今年已经好多台以后嘅小朋友吼，叫到到骨种以后咧新嘅小朋友入来，所以让你今厉害你就6年生嘅咪吼，所以可以讲表现都非常嘅好。先生希望讲，呢度咧到骨种以后咧，可以做继续发展应该鸦片嘅布嘛。为了产生鸦片客家传统。先生老学生呢，都当认真动上忙都嘅学习，而你超强下来欣赏，总品贵小表演精彩嘅布马舞。